你吃过烤豆腐干吗？有，但我们一般先炸再烤。那你吃过3D 版的烤豆腐干吗？我们从小都开始吃那种，里面卷点啥子咸菜啊、汤啊那些夹到里面吃。这个看起来像是承载着时空穿梭的变形虫洞，是重庆烧烤摊上独有的引力结构。它就是让人一口上瘾的重庆折叠。学生子考大学，老来骑摩托。来自嘉陵江上的呐喊、飞翔和深情凝望，都是在等待一种烧烤登场。而江北五里店周围的住户则可以近水楼台，提前锁定那条小巷。刚才这儿吃了3两炒肠，还可以再吃点。最近有2天没来了。从老居民楼出发，上台阶儿，穿越老火锅，在牛油翻腾和烤网变奏的声场交接中，你来到一小块露天的平地。这就是垭口老烧烤的30年现场。这个口口一进来，那里有个烧烤，有个巷儿进来。在每个深沉的夜里，照亮这个现场的是几个灯泡，和嫌灯泡不亮的老周。过来吃肉。我是来忠实客户呢。哪一天不跟他那个说2句话不舒服？说话，看过来。哎，我他妈要喝个饮水之类。那些没钱的娃儿呢？那个屋的样子遭不住，有没剩的烧烤都是别个肯定吃的。我哪里是没剩嘛？我一烤的。有钱没钱都能吃点烧烤，在街坊眼中，老烧烤就是饭后的零食小铺，随时都能给舌头补充个滋味。你买啥子？苕皮，就是1块苕皮啊。而对走夜路的人来说，老周和灯泡就是垭口的光明之力，帮他们对抗夜的空虚。